欢迎大家来到图派啦吼，这叫做图派。迄个今日是咱台语沙龙讲座第一届吼，甲图派来合办吼。刷落来应该拢会伫遮啦吼，就是这是台湾的店，新的店址就是伫遮吼。所以若是讲对即个要买台湾相关的物件，其实拢会当来遮进来遮看吼。若是即个出版品尔吼，还阁有即个周边吼相关的。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咧做即个文创的商品嘛吼，结果伊甲我讲咧，伫咧即个前几个月，雄迄个我是台湾人 ，I am Taiwanese， 大马吼，伊拢做袂赴安尼啦吼，就迄类物件遮嘛有啦吼，台湾魂的啦，台湾人的啦吼，相关的原住民的等等吼，欢迎大家食来遮行搭啦吼。今日咱台语沙龙讲座伫遮。邀请一位社会学者吼，来甲咱分享一寡，伊要讲戒严前后青年反抗运动啦吼。其实呢，即个要叫伊区教授，我感觉怪怪。我叫阿斌啦吼，阿斌老师、阿斌教授吼，这其实是旧年的老朋友啊。足早之前就咧甲伊讲要邀请伊来台北吼，台语演讲者吼。即下呢吼，即下呢是几岁？大家敢看会出来？即下呢吼，9岁赞。其实即下呢要讲台语讲啊足练长的，大家可能想讲，迄哪有啥？你感觉讲伊敢若无啥头毛，敢若袂思考会？其实伊算要少年啦吼。就是讲即个会要讲台语讲啊，真练长真好势。其实即落学者嘛，无讲介好找啦。所以即摆真欢喜会当阿边会当来吼。迄个其实若要硬讲，我嘛是会当讲是即个世代，共款是即个世代啦吼，学运世代、亚比海的世代。只不过迄当阵我甲阿斌无共款的迄落位置甲角色啦吼。今日是伊的主场，我就毋免讲我的故事，后摆有机会才讲。好，就是咱的即个阿斌过去伫咧1990年代即个，毋若是讲啥物3月学运啦吼，其实伊嘛伫真侪人权议题吼，为即个运动咧拍拼吼。正常嘛捌做过即个台湾人权促进会，你敢捌做过会长？哦对吼，你即摆甲咱写即位，我想讲我的印象你有捌做过会长吼？嘛是伫人权议题拍拼足久的一个战将啦吼，所以今日邀请伊来甲咱分享吼伊的观察，好，咱就甲时间交互阿斌啦吼。好，感谢王辉。你招我啦吼，即摆我题目送回了，讲毋对的去，即题目就伊来讲就好啊。因为我咧共一演的吼，然后这实在是，当然迄阵无共学校啦吼，但是差不多迄个世代的少年人，那尤其阮是为南部来台北读册吼，迄个感受是非常强烈嘛，规个社会咧变吼，南部迄阵就是想讲，有机会来台北看卖啊，想到迄阵来台北。当着是一个完全无共款，也是咧变化中的世界。好，当时来读的吼，即规气就先破题啦。我读大学迄当1986年，所以你算看卖哦，我即摆几岁？无这无重要。而且偌远啦，吼，1986年，吼，1986年10月我会记啦，才开始迄个开学注册了。我读的学校吼，已经无，真改名叫做台北大学，台北大学，较早叫中兴大学法商啊，中兴法商嘛，中兴法商。若知影迄个所在地伫合江街民生东路，吼，迄个台北市的正非常市中心嘛。所以迄阵我来，看到栋楼啊，我看足大栋，我想迄个。可能校这宿舍袂歹，尾我讲迄个学校全部啦，因为迄个校法商学院尔嘛吼，所以敢10个梯啊，就迄栋安尼啦，宿舍伫边啊，一间较细间的，内底是2个足细校门来随着发觉讲，奇怪，我咧学校附近介绍有一个所在，报纸定报，大家知影？民主进步党伫迄当
创党，1986年，伊创党是928。啊，我会记迄个我来注册是10月初嘛，因为迄阵大学开学较晚，因为查甫的拢爱先去消防岭做兵。哦，即摆的大学生就较无这种经验，迄阵就拢爱先去迄个新兵训练中心，哦，台中消防岭做6礼拜，哦，较早平我咧学长都去做兵做8礼拜，转来了啊，中剃光头，啊去注册。那所以我就是迄款的气氛，吼，开始我的大学生活。这对我迄个年代来讲，大家其实是一个真无共款的。真无共款的即个世界，哦，伊甲南部比起来，即个我记迄阵甲同学招招的，因为到宿舍，半暝来讲，咱来偷看，讲迄个所谓民差党，我迄阵报纸吼，民主进步党组党，但是无掠，7当前差不多共一群人要组党，伊就组米咧个10字嘛，啊叫拢掠起来，有无？吼，这历史事件大家拢知影。啊！迄阵大家就伫遐红光报纸咧看，就讲迄是会掠袂掠呢？哦，啊，但是无看会掠，但是报纸迄阵就是写民差党，哦，啊，另外一部就写差进党，啊，咱看斗来起来，迄个民进党安，哦，民主进步党，啊，报名遐同学招来看，因为东坡大场老附近，迄个锦州街甲。建国北路中做一栋楼啊的上，迄个尾楼加起的吼，尾楼顶啊插一支啊个，所以是一个真趣味的哦。伊大学生嘛吼，打起来足好记的，较趣味吼。啊，伊阵毋知人惊啦。我当时较知人惊，我一直到我乌多摆为高雄配到台北来，开始有时我乌多摆来啊，就四界徛当去。四界冒险踮咧四界看，因为有一工我就是我来徛来阳明山看卖啊，哦，啊若照即个地图来看吼，是毋是到中山北路过圆山了，是毋是我正新迄条叫啥物路？迄个即摆迄个士林花，较早的士林官邸啊，迄条叫啥物路？我就一条路切的，就直接去到阳明山。哦，养德大道，我都爱徛咧，就到遐看地图咯。我只手，我差10公尺，后壁分批啊，我摕到有人咧分批啊。啊，阮高雄人拢较土地，摕到分批啊，就较紧吹话紧走。一定无好康的嘛，所以分无咧摕的啦，都用问吹的，吹到搁差200公尺，中走一队宪兵出来。迄阵叫做士林官邸，完全还袂开放。哦，即摆大家看遐真有够花啊，真水啊。迄阵是宪兵有一营伫遐咧顾，哦，戒严的所在。啊，我就讲，宪兵只走10几个出来，也卡边枪。啊，我有倒摆只条，我就讲台北人咱步遮大，我徛一有倒摆尔。我可以摆较感觉讲，哦，原来啥物叫管制？哦，宪兵就只咧前都咧都咧香港，不，这里是禁制区啊！我讲我唔知，我不知道什么是禁制区。然后我当然举钱出来，咱袂当甲迄落啊，一直讲歹势歹势。哦，我高雄来，你讲我车牌，哦，高雄市安尼。我来读大学大学1年几年，我什么都不懂，大人放过我这样。啊，当然，迄个时间已经是，其实政治控制无喺迄落，吼，啊，伊知影我嫌着，伊就帮我刷，讲好你紧走。哦，怎？我问讲，我是要用杀的，还是要用徛的？伊讲你急啊，你赶快走啦！你赶快走。佮过一礼拜，行到迄个总统府边啊，就中建南路拢册店嘛，吼，遐踅踅。啊！你啊，徛，啊，徛骑一条计程车伫甲我逼，啊，你甲我炸，整位边仔来，我就讲骑台北计程车，我哪遮歹呢？毋是讲宪兵尔，计程车也遮歹。我怎炸甲停落来？
迄有讲同学教来讲，少年的你紧走，再搁徛落就开枪啊！总统有边仔袂当徛落来。哦，我就真正什么叫管制，什么叫控制，什么叫真正会开枪。我短短一礼拜迄种三条用开2摆枪。我讲我伫乡中做家教官，伫遐咧作对，什么食薰，什么会爬壁要掠着，都无甲开枪安尼，台北人无遮个。我大学经验一开始就是安尼吼。好，所以伫即个氛围内底，我开始我的大学生活。哦，所以其实好啦，来讲古啊，其实有遮在场是我先摆，可能进前的青年，尤其是大学内底的控制吼，高你的时代其实较无共款，迄阵是完全的控制，但是到我迄阵吼，差不多是控制的尾坡啦，哦尾坡吼，所以我就来报告讲迄个过程之下，连即摆咱定来讲的，比如讲。讲野百合学院、野百合世代吼，就是咧讲阮即代啦，是安怎开始来了解，然后安怎行动的，我想甲大家报告一下。那大家知影台湾伫1987年改严啦吼，那所以看1986年民进党成立无了。然后1987年改读改严，所以对阮来讲，奇怪，一个社会内底较有遮物件，讲实话，因为咱到迄个年代，你也无了解讲什物叫改严法，你若是一般的市民百姓，特别是学生，你完全袂了解什物叫改，你就知影有啦，学校内底有教官啦，教官自己甲要管啦，管你头毛，爱剃像安尼，衫爱穿安怎，袜仔爱穿啥物色，我就讲足细的安尼，都。感觉有安尼尔，毋知影讲，其实后壁是有一个规套，来到大学了，较慢慢发觉讲，原来这有遐规套。对规个大学校园内底是封锁、管制，那么鼓励大家去佚佗，娱乐，那但是党甲国一体。伫校园内底的控制，你看得真清楚。比如讲，即我找的资料，迄阵大学时的资料，救国团，迄个时阵伫学校内底是有规定的，逐间学校内底拢无迄阵无学生会，即摆有学生会，但大家真自然，而且无啥少年要投票，对不对？然后读册应该拢无咧投票，变成学生会。但是迄阵无讲即3个字，就是哪共产党哪要造反安尼就对了。所以伫迄阵的学校内底有办活动，啥物人咧办？是救国团咧办。救国团伫各校拢有一个学生活动中心，然后活动中心的总干事有主任，有各校的电话。而且活动中心写主任一人，各院的团务指导委员，救国团的团务指导委员，挂号啥物人？训导长。那训导长是啥物话？即摆即个名已经无啊，即摆叫做学务长。较早叫训导处，即摆改做学务处啊。所以较早要管学生呢，处理学生事务的是训，而且要指导、训导。即摆改做学务处啊，学生事务较重点、较重视。较早是所以伊来负责做主任，安尼咧做。各校的校长就是统合委员会的主委，各校的校长。所以你讲，伊是毋是迄个政党附随组织？绝对是啊。无是安怎伊有裁调会当伫各校内底设置个人？所以阮就感觉真毋对啊，是因来做。你讲学校内底啥物人来做会使？但是是伊的身份是这，迄阵就开始来这个，然后，感觉旧的管的物件愈管愈，感觉足侪物件拢我咧用管吼。比如讲，你要写一个文章，要伫学校内底分，要伫学校内底印出来，要刊出，
你就爱互心渣。啊，心渣啥叫心渣？共一组人的心渣，混着厝的人的心渣。哦，啊无就教官，啊无就是即个学生，即个混着长，混着厝的人咧检查。我这物件大家较歹想象啦，就讲。写文做咩人写文章咧分啦？无啦，较早有嘛，咱就即个条分物件，根本无要插字，对不对？哦，真着有，我拢有一个讲法叫做比喻啦。你若想讲，你即摆伫学校内底，咧写 IG 还是写 Facebook， 哦，你要留一个你的迄个现实动态，你爱经过教官同意啦，哦，差不多就即个意思，哦。啊！迄阵我就是因为伫高中，我著参加迄个学校的编刊物的校刊社，哦，迄阵编乡中青年，啊，文青啦，你看我即马是安尼，较早我那少年时，我那文青嘛，哦，像我写诗啊，写小说，对不对？啊，因为写会奇怪，即摆我点拢爱心渣呢，所以我讲，奇怪，迄个控制伫学校内底是真清楚，哦，但是社会。学校外口，你阁看到一直咧大地动咧，哦，规个是哦，即个天翻地覆咧，规个震动，包括政治上，包括社会，哦，那迄阵就开始有机会看到一寡新的因为迄阵无internet 嘛，无网络咧，迄阵啥物拢无啦，哦，迄阵啥物拢无，迄阵我咧讲，阮要寄，等下我来讲学生运动诶。会议通知是用寄的，真正去邮局寄的安尼，对。哦，要联络是真正敲电话啊。这年代足无共。我迄工即讲着差个少，我学生迄工去，旧年若要去外口实习，哦，毋是伊啊，但是伊个实习的同学是别咧学校的，讲迄个主管去敲一个电话拢敲袂通，哦，敲迄电话伊。啊！伊伫遐敲拢敲袂通。啊，尾仔迄个主管我讲，原来伊伫加02，你知影？伫台北啊，伊伫加02，意思就是讲伊毋捌敲过市内电话，伊拢敲手机啊，哦，所以这无共款的世代经验，哦，因为我。伊个主管就讲，奇怪，哪有可能敲离我伊你敲规礼拜敲袂通？原来你就是加一个无离外波头，但是你加控制安尼。那迄阵无啦，迄阵的 information， 迄阵的啥物消息、啥物的知识拢真少。哦，那有一寡刊物开始有出来，包括南方，包括即个可能真正知影嘛，人间杂志。哦，那开始报足侪社会。哦，会变动，包括国内国外。那迄个其实你会感觉，规个社会咧变，毋是干那阮下口迄间迄个民进党咧成立尔，毋是，是规个社会拢咧变动。哦，那即部我就无加讲，因为迄个其实有即马足好诶册，大家建议咱看即本吼，足侪人看过来。这我老师写诶，我来电是我硕士论文诶指导教授。哦，指导教授这个题目最近我真敏感。哦，伊真正无咧指导我，但是伊直逼我，讲你到底要问啥物问题？时代变动遮大，你到底要研究啥物货？是值得研究的。所以我逐摆若提讲我要研究啥，拢要拍钱。伊讲这有啥物好研究？所以我干那话题目就50几个。啊，但是。有足认真的啦吼！伊是台湾第一个提出解说讲是安怎自1947年了后，49年哦，国民政府啦，是安怎即个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会当伫台湾执政改变遮久，30几冬，哦，迄个甲比如讲咱亚洲啊其他国家各国看，其实是真无共。所以伊提出一个解说嘛，那伊是真认真的一个政治学者，所以鼓舞大家去看即个，伊就差不多写10冬的时间，我即个大学前10冬的故事啦，啊，鼓舞大家当去看。
所以开始入捌社会吼，啊你嘛开始其实嘛捌家己啦。哦，原来讲说这个南北差距、南北什么意思？哦，啊是啊，咱南部讲拢毋知是安怎会变安尼吼。那么，比如讲，像我第一摆看到这个刊物，哦，这个刊物就是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这名真长啊，即摆已经改做台湾劳工电线，可能恁就较知影。哦，原来是隔壁遐会做发起的啦。哦，台湾劳工电线，伊就是1984年就成立这个哦台湾劳工法律的支援会，名号甲其实你看足隐晦的，你知？其实个武劳工运动，人毋敢讲啊，迄阵都毋敢讲啊，讲着劳工法律支援安尼吼。啊，这因个刊物安尼。然后所以我第一摆开始看到这，你就开始想讲，啊，台湾的劳工有啥问题？你毋捌想过嘛？哦，尤其我南部起来，高雄起来，你看工业岛，迄个工业城，哦，啊，工业区遮济，你就捌想过劳工有啥问题？我看了才知影。啊，然后你看看诶。哦，有迄个法律的律师的服务，啊，一看，过去就是律师，理性律师，你我真少看，遮个人是咧帮美丽岛事件的受害人去辩护的人，啊，遮个人也是安尼管劳工，哦，你开始会想嘛，哦，你物件开始看来想，哦，原来这规套拢斗做伙，哦，啊，然后。单数即摆伫咱的课本拢真济啊吼，那厝里有小朋友也是有孙的，可能课本拢背甲咧足神啊吼。啊，迄阵咱无啊，一页，哦，规历史课本几啊册，啊，干若一页尔。啊，开始慢慢有，有就开始看，敢趣味。啊，你开始问嘛，是安怎无？啊，这有啥物通禁啊？是安怎袂当有？哦，是安尼。这一篇传迄阵。伊个，啊，这第一出版社，尾仔拢看下，即个人，等下我会讲啊吼，啊，就是足怪的人写一本台湾史出来，然后尾仔佫发觉，伊家己出的即个第一出版社，嘛是真奇怪的出版社。即个出版社诶，有只人叫做歌基化、科奇化。哦，啊，尾仔我查原来政治犯，但是阮阵拢毋知，迄阵拢读伊个新英文法有文法。啊，尾仔佫有伊头先教柯志明老师，政治中央研究院小研究所。所以讲，是安怎遮个人，变成拢哦会连做伙，到底是安怎？啊，你开始慢慢社会，你捌社会了，你就开始捌家己的社会，哦，开始了解家己。好，啊，所以我要讲的故事差不多就是差不多是即个前后安尼啦。那1980年代是台湾政经是一个真大的变化的时代。那咱若比较讲，差86年吼，进前甲后壁吼，前半段后壁段，你有看有一寡大学校园内底的变化。我讲的变化就是讲迄个。学生开始对社会、对政治的了解吼，啊，介入、甲参与，等等，才开始有一寡变化。第一个变化，大概就是本来地下的啦，慢慢啊，我入来了后，我就开始发觉，甲一间学校本来地下的拢开始变公开咧活动，吼。那本来较散，尾仔开始拢有组织，本来几个啊尔，咱几个啊少少，吼。啊，学长学姐、学弟学妹啊来接的，但即个变做较正式的组织。啊，毋是干那伫校园内底尔，拢下较校园外口，外口的活动开始有参加。本来几间学校尔，哦，当然台哦、建大哦、辅仁大学，但即几间安尼尔，但是尾仔慢慢你有看，逐间学校差不多拢有。所以差不多经过差不多10冬的时间，你会看到即款的青年反抗吼，也是讲学生运动，伫迄个时代开始慢慢。那伫1985年进前是差不多上无一套校园内底的镇压，哦，你看到镇压的行动。那我就
简单整理，然后我无继续讲吼。大家咱定咧讲80年代学生运动，还是讲亚伯克遮个学生运动，上早拢会为即个代志开始讲。这是1982年的代志。平原七是大家知嘛吼，迄个28个迄阵的军事的首领嘛。啊，迄阵伊个退休，啊，还伫个啊住伫地，住伫伊个管地就是即摆的行政院长的管地。中华街遐，啊，有一个学生知影了后，开始讲啊，这28个凶手还佫伫个安尼吼，啊，迄个学生原来是，我嘛毋知天纵英明的款，因为迄阵也无讲台湾史什么，因都有机会知影，有机会了解，讲啊是安怎即个28事件啥物货，28个凶手啥物人，我讲我大概迄阵基本都毋知，因为课本无教，咱就毋知嘛，对不对？可能知影啥物人28，可能迄3个字就感觉怪怪的尔。毋知影啥物意思，啊！因着了解了再喷出，所以去走去半暝啊5个人走去喷出，包括即摆伫台联党的迄个刘一德，哦啊，进入台大，迄个台大长庚外科的王增勤医师，几个啦，因5个尾仔有公布啊，但迄阵拢地下的，偷在半暝喷出，喷出了然后。倒无，毋敢转去校，毋敢上课。四界有诶走倒去庄脚，有诶走去山顶，有诶人去秘伫台大医院伊迄个可能无人去诶实验室，也是迄个啥物大体老师边仔遐秘哦，啊秘诚个月1、2个月安尼。啊，即个咱一般来讲，就讲80年代学生运动诶上开始，有行动大概是因啦。啊，然后因的学弟学妹开始，就伫台大内底去调整。啊，是安怎学生的事务一定爱活动中心，敢袂当有一个学生会，像其他的国家共款，有一个 student union， 吼。啊，台大内底有一个班代联谊会吼，那个联合会，因为讲即个有法度转，安尼开始，然后，迄阵较早是即个班代类选举嘛。所以间接投票，即摆讲我都比普选就直接。那我会记迄阵，阮过去看因投票，两边足紧张啊！国民党学生加遮规国民党学生来伫遐胜票。啊，伊甲伊当选的就是陈志友、陈志豪，即中央研究社研究所的所长。迄阵学生赶伊投票当选。啊，但是伊的好兄弟李文忠就去互退啊，去互台大退啊。哦，因为参加。即个政治活动去互台大退啊，然后除了社团去用天社，包括台大大新社、政大青年社，啊是啊退合嘛是啊天社，真简单，就是温州无用心嘛，好叫你莫顶，你搁要顶，啊要顶就甲你天社，哦，啊社迄个社长啊、总编辑拢搁记过，哦。啊，迄阵诶社长记过就是即摆台大社会系的系主任林国明，你看迄阵有参加，做一拢即摆做头。啊，政大青年社、天社，我会记，这天社了，迄阵人足袂爽。伊讲好，安尼你无要互我正式的，阮就变地下，所以我等下讲变地下刊物。哦，伊就。你无要正式，我伫我学校内底分嘛，吼、哦，你较早就一人一本，对不对？啊，真无，你无要我，你甲我填写，我就变地下的。我等下讲迄地下的较趣味。所以你我头有讲开始较进一步组织化以社团，以社团。咱即摆搁写倒头转来，即摆较个人化。即摆伫学校内底有社团较少啊，吼、学校内底的社团。真较少人参加啦，除非讲一寡较，比如讲一定爱有人，比如讲热舞社啦，这吼，咧规定有做伙安尼。啊，无即种，比如讲思想性的吼，还是讲比如讲社会议题题目，因为你要参加外口的，就真方便啊。哦，所以就落较早是无嘛，吼，所以社团是真重啊。啊，即摆就较无安尼吼。但是其实我要讲的是讲，
人甲人之间的迄个网络吼，嘛是要有闭的啦。咱看迄个太阳花学运有无？即个包括哦，迄个林德华、陈伟霆，因即边其实虽然是无共学校，甚至无共无社团，但是因之间拢有一个网络，哦，送甲送有熟悉，啊，拢做伙参加什物活动。所以我讲，这对于包括什物行动，还是什物即个运动，其实拢真重要吼。你有一个 network 会当顶动，即个是真。那迄阵伫大学的时阵，我读大学的时阵，迄个 network 主要是透过社团，无共学校的社团，哦，做基地安尼。所以看，大个学校拢有社团安尼吼，啊，签名。啊，阵留资料拢留电话，你看拢留室内电话。哦，迄个真正迄阵我要联络，就是真正有联络是敲电话起来联络安尼。差不多是安尼，哦，你看做者好。好，那这个社团开始，就是做逐个学校内底行动者。那学校内底行动者当然迄阵有一寡较清晰的理论的迄个准备啦，哦，就是讲是安怎要行动，咱行动是啥物意思安尼吼？那这个我就因为这我伫顶摆中央去发表一个迄个，我比较讲当初其实是有两条路线，哦，一个较像迄个苏联的共产党的即个核心革命党的概念吼。就是讲你要对抗国民党，你袂当较亲像咧舞社区活动啊，咧创甲吼，逐个拢爱一定爱较秘密的吼，啊冲出头前，吼啊家己迄个袂当公开安尼。这个列宁的先锋党概念，啊另外一个是较美国的社会运动，啊阿林斯基的即个社区组织。啊其实即两个当然有迄阵，我嘛毋知影，迄阵小学生做甲遮认真要创啊，都行街头就好啊咧，这个但是家己受足济吼。啊，也趣味啊！你尾我即摆想起来啊，迄阵我哪遮认真，是安怎要上街头？敢若一讲我来讲3天3夜讲袂煞，哦，啊，伫遐互相辩论安尼，啊，这差不多就是大学校咧做诶代志。哦，我手头即摆收一寡资料，足趣味诶，拢有当年诶迄个，你看，这就是迄阵台大政务站，哦，范宇，哦，啊这。帮伊诶，即摆咧做医生，我拢怀疑，有一摆我看医生真正撞着伊啊，吼，伊心脏科诶，我就话讲你是会晓袂晓？我其实大学无咧上课。他就讲，伊讲你是怎样？我讲我心脏就有点不舒服啊，你酒品无够啊。所以我真有成就啦，真厉害。哦，但伊最近有一出迄个连续剧叫做《村里来个暴走女外科》，你知影？伊技术指导总顾问就是除了原著作者之外，就是即摆先代急诊科的主任简立健医生。迄阵当年读迄个阳明医院，我咱阮高雄。我迄阵真系足怀疑的，像迄我就确定伊无咧上课啦。迄逐工拢在行街头啊！啊，阮迄个武校运动，我搞做伙去的，奇怪尾仔，我拢变甲足厉害。然后这，反正就是当初国校的人安尼吼。这18号里叫台北迄个新北的立委嘛，哦，啊许世杰前3日过生日，阮即代我咧开始，迄个进前台南工业会总干事。啊，迄阵就是安尼啊，互相留落留地址的，因为正经要写批互你，要联络要写批互你。啊，伫逐间学校内底开始就做一寡组织工作啦吼。那简单讲就是对内组织内底局势爱科学啦吼。那对外就是希望有新的学生、新的同学会当认同而且加入。所以拢以社团为主安尼吼，所以社团办足侪款的活动，这我等下会介绍。然后新生针对新生，尤其那逐个学年开始的时阵，迄个招生的变数是上重要。啊，所以就互学生一个，
啊，你若看这其实真重要，就是读册会，就是读册会。其实类似咱今仔安尼讨论，也是一项报告，了后大家讨论。迄阵就读册会，然后读种款的册，台湾史、政治社会批判，读社会主义，这就收到的。看你的学长学姐叫你读啥物册啦，就是老师叫你读的，你无去读啊。我迄阵大学其他这个拢无咧上课，所以我种甲即摆我的学生讲，我也无咧点名，因为我大学时阵也无咧上课。所以讲白起见，即摆我无要甲你点名，这算个报应安尼嘛。讲有这个出趣的，大家知影迄个促转会嘛，促进转型，迄个委员会，然后因从即已经结束啊任务，但是迄个工课足济伊敢若讲甲迄个戒严时期的所有的档案开放出来，即部分就拢做袂了。大家知影上有名，就是因为调查局有调出一批1970年到1990年，差不多20档的时间，对大学校园的监控的资料，叫校园监控，有一个安院，安院学院安院专案。有一天因就通知我讲，有调出我的档案，问我有兴趣来看。我就讲好，伊讲来看啦，有50几件，安尼。然后我就旧年年初，我就用，我就讲，本来足欢喜的，嘛足好，别这边讲就是别人讲欢喜啦，就是咱遐种的，小可 exciting， 毋知看到啥你知影？但是我会记忆感足清楚，我到坐车到台中的时阵高铁到台中，我常常想一个代志，我怎啊规身躯爱起交冷水？我想讲，我等下会看到啥物货？我等下若看到，甲我即个做囝爸仔的人，是我上好的兄弟，甚至是阮某，因为我尾仔讲想要结婚啦，我要安怎？我到底要安怎处理即款代志？你想的足恐怖哟！你著看讲大学的时阵，有人帮你写日记，有人帮你写，迄个人到底啥物人？你毋知。所以我即边看的时阵，伊迄资料调出来足紧张的。边仔坐一个助理啊，伊讲你要咱走啊，所以边仔伊就坐伫边仔无看，但是坐边仔嘛是咧监督我，你知影？然后就开始大学的日记开始安尼一仔显，敢若回忆录的，有人帮你写好啊咧。你去班上你几个这某生报道第一次参加社团安怎安尼。然后其中有一段，我大三的时阵，大学3年一日讲，伊迄个形式是安怎？就是讲调查局的人员负责，比如讲某学校，OK， 中兴法属、东华大学等等。你即个学校内底的社团，我头讲以社团为主嘛，所以你即个社团，一个社团就一个调查员甲你对调就对。但是调查员无可能自己搞来，而且若一个医生伊要来甲看，你学生嘛感觉足奇怪，随着知影你了不啊？所以要拜托啥物人？拜托校友、同学，所以我的资料伊的形式就是安尼。这个校园协作，因正式的名叫协作员。协作员负责监控这个社团，然后逐个月伊爱写一个报告，互这个调查员。调查员甲针对无共款的协作，毋是讲一个尔，无共款的协作员，整理出这个学校内底这个社团，一个月内底做啥物代志，迄个月报送去互调查局，所以调查局即摆存的是这个，协作啥物人，伊也无写真正的名，伊拢用代号还是假名。
但是有当时啊，你看会出来，你看会出来。比如讲像你个我去台山有某一个人，伊看伊同学单，伊就知影一看，啊，这个甲我带做伙的学弟啊，因为迄内底调查员就写讲，最近吸收一个某咪大号某咪人，因为伊交女朋友冲突甲拍因女朋友，互因爸母要告，我即个调查员帮伊处理官司，处理掉，顺续吸收伊做协作员，伊这个写伫报告内底。啊，迄个台同学就看，啊，阮学弟当年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就知影，即个是啥物啊？类似安尼，你看会出来，你迄个脉络内底你看会出来。啊，你看会足伤心啊！哦，原来当初带做伙的兄弟啊，原来是表白。哦，啊，有可能是譬如用强迫的。啊，你会更较艰苦，对不对？啊，我看我拢做6个协作，到我大学读5档，哦，拢做有6个，哦，都用6个啦。我的资料来看6个。啊，其中我认出一个，是我的啊，离我几啊届，哦，啊，我那毋是真核心的即个社团的学弟，啊，进伫越南咧做台商安尼，啊，迄个你约袂出来，啊，其他的约看袂出来。啊，我讲的是讲到读册话，我大学3年，迄阵就组一个台湾研究社，我拢读台湾史。啊，迄个协作的写讲，上周四27号，啊，台湾研究社啊召开读书会，啊，读台湾史，到场有谁，名录下来，啊，尾要加一句讲，正值期中考期间，该社团仍有如此高的人参加读书会，可见该社团蛊惑人心之能力。我看伊头从我笑出来，我讲有影。迄阵我想讲，迄阵有影是读遮的册，偏学校的上课较认真啊，差不多拢是安尼。啊，现实拢无办法，这个我无去讲。然后头讲，啊，你正式科目甲我禁掉，你要审稿，我就无互你审，啊，你无互我分，袂要紧，我就变地下。所以才各校拢有，就好做地下。啊，等到因为做地下较刺激，要分，警卫就出来抢，校警就出来抢。阮学校迄分的时阵是只去迄个光区的掠，所以尾仔就变做想办法卖互掠呀。所以阮迄阵拢做啥？早安送报纸，就是透早还袂上课之前。到校工单开教室门，阮就一间啊，一条倒到拖仔内底那么细一。啊，你动作要紧，啊，人着好看。啊，逐间教室甲铺垫，啊，收听嘛是足认真啦。读册拢无遮认真奇怪，武这拢足认真。啊，无就是啥，像阮学校，我无讲迄就一栋楼啊尔。下课，顶下大家就下课拢走出来，所以条河江街、校工街顶下边逐个买食饭。阮就走到上尾人，300点块遐，好少成绩讲。落咧，啊，大家去抢，大家看，啊，阮就紧走啊。天女散花。啊，迄时，伫阮迄个时代咧表现报告，也是表达意见的一个。这真简单讲啦，就是讲你甲所有的管道拢封死。啊，咱做的就是其他管道嘛，这就是典型的言论控制，你会就是你的个性。然后就编开幕就做认真啊，你爱会晓编，啊，佫会晓答，迄阵也都无电脑，有啦有电脑，一台足贵的，足万的啊，迄阵迄什么286都无，所以拢爱家己用手写，用手答，去。即摆一种已经消失的行业叫打字行，去拍字啊，家己倒来打，然后分工即天，你通写，毋是干那做文青尔，你阁晓分啊，会晓编了佫加分，你佫加伊页，
哦，佮加走去哦警察局，你才毋对个规套的文青就对啊，安尼哦。好，然后物件出来了，爱甲同学讨论，哦，大家就去甲同学影响，哦，去讨论讲啊，即个是安要做这安那等等种。所以啊，然后一寡即非正式的即个酒摊嘛，吼，食物件啦，这其实应该上有效啦。所有的人甲人做伙吼，要做伙，这拢一定爱做就对啦。哦，完全你讲要完全靠理念无可能，一定是爱有真济较软性的活动嘛，吼。所以阵就是各校拢有一寡特色啦，吼，食物件一定有诶。中央大学因就是规定拢做拍电动诶，迄阵我毋知大家听过无马仔电动赌博性电玩啦，吼，规定拢走去拍电动。啊，阮就拍麻将啦，还是哦，桌游哦，较早是桌游，哦，啊，我就去看，毋是去你 MTV 看电影，啊，迄阵的电影，除了电影以外，有一个迄阵无版权嘛，哦，伫美国3国伊要掠进前迄个，所以台湾足侪录影带什物货，也是迄个非主流的电影，迄阵就有人甲收做用录影带，或者是迄个啥光碟、大碟迄种，啊，然后就去看，啊，你通租看见即片啊，看偌济次，一人一，啊，就几人一间安尼吼，啊，某一个程度，迄个是，我对迄个电影知识的真重要来源。啊，尾仔开始掠版权了，迄就消失啦。拄好阮读册时阵迄阵，讲24点钟啊，所以你半暝仔台啦，拍完球拍了，差毋多走去看电影啊，这嘛是足奇怪。哦，啊，文化的社团，因为伫山顶嘛，所以就拢是很健康，接近大自然。半暝仔走去烤肉，走去唱歌安尼。都无共款个，但是因为非正式的吼。尾仔就去用批评，去啥批评？去查某批评，讲啊恁这拢较男性的，哦，算阁损规暝。较早宿舍若住宿舍，尤其女生宿舍拢有门禁，啊伊就逐摆拢讲啊昨暝报伫社团开会决议，你半暝仔去拍电动，转来了透早起来就搁另外一个决议啊。啊，去拢查甫诶，哦，还是你拍麻将拍的，讨论一下，伊佫讲，咱迄个决议好像又要改进啊。啊，女生每次来拢接受讲，奇怪，恁昨暝讲诶拢讲，迄个是，你逐摆讨论要做决策，阮拢无伫诶，哦。啊，有影男性主导哦，你来看这是有一摆3月校运动，要到校运了后诶，迄个校际会议。刚3个查某，哦，伴侣，这中央大学的林淑珍，啊，这个古明星即摆清华大学社会所的所长，等于3个尔，哦，所以学生运动真趣味哦，伫迄阵开始就有一寡自我批评，讲男性主导，然后这个女性主导，所以伊尾仔真济迄个查某会怎退出，像我就好用名啊，哦，讲男性沙文主义。啊，就退出生理女颜色，所以台湾的妇女运动也是性别运动真重要的一个开始点，也是伫迄个时阵。哦，就古明星就是台大女颜社创社的社长，哦，伊就是第一批出来甲女性主义吼，女性的运动出来。啊，有影你也看，要较开拢查甫个，哦，然后去社会走跳出社会啦，哦，迄阵阮就讲你一定要出社会，所以。你与社会咧变动嘛，所以包括像呆呆，因就派一个，因就组一团，哦，暑假大无倒去厝，就去鹿港去调查，哦，迄阵本来经济部讲要设一个，迄个化学厂、化工厂驻邦，吼，即个外资。啊，鹿港人就讲较奇怪，阮也无欠工业区啊，阮也无欠你创一个化工厂来要创啊，哦，所以因就开始反抗。哦，所以因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批军众运动占领凯道。哦，1985年的乡亲啊，遐地方的
时大来到台北就挡袂牢啊，冲去凯达，迄阵无叫凯达格兰，到迄阵叫啥？介寿路嘛，吼。去遐介绍路，哇！迄阵若介绍路去哩，就是拢迄边就直接交代啊。因无呢，因去遐阿公阿嬷迄边也讲袂落啊。哦，所以第一摆成功占领凯道就是因啦。哦，即个鹿港的阿公阿嬷，哦，即下先落去调查，安尼。啊，调查转来大拢有记过，吼。啊，隔当先代甲普代，因组一个去高雄的后硬，后硬嘛是甲环境有关的，因为迄是高雄炼油中心的所在地。啊，迄个所在自日本时代就开始用物件嘛。遐个人就风火有够倒啊！1987年，行政院佫宣布讲，阮要伫即个所在加一个石化业的真重要的上游工厂，叫做第5轻油炼改厂五清厂。你要起一个5轻伫遮，哦，讲这规模上介大哦，啊，即个对台湾经济即个贡献偌大，愈偌大。后面人听着掠讲啊，讲啊，我为你武天占地40担，结果你即摆起一个搁较大间呢，安尼敢合理？哦。啊，有影农产品甲人的税收拢有，伫遐拢是超70%的，所以遐居民就起来抗议啊。那抗议了，学生就去调查伊去啊，去农村，啊有去渔民调查去顾遐渔民，等遮。啊，阮尾仔，因为我高雄人，所以阮就搁一批搁继续去后面安尼，我去几6天。啊，要去就爱，你爱先训练嘛吼，你毋是去到遐要创啥你也毋知，吼，啊去到遐你爱会晓甲地方的乡亲讲话啊，尤其咱老台北的要落甲高雄，袂晓讲台语的，阮都爱先训练啊，哦，真个啊，哦啊，阮嘛是爱训练，哦，因为你讲要用一寡较严肃的物件来解释你经济发展啥物，你用台语讲我嘛袂晓讲。拢嘛迄阵开始训练，吼，啊，所以我会记迄阵吼，真正有一个台北的迄个后地下妹仔练台语练到咧哭，因为我讲啊，你著讲一句话，你著讲袂好势，你是要去创啊？你无讲好，我你去，我家己遐练安尼。啊，去甲遐乡亲，遐时大，真正看着少年的去着欢喜。你插伊，伊讲啥，你讲咧无标准，你嘛无，我嘛是甲你欢喜，甲你讲啊。啊！学妹就讲老学长，你对我这歹，对我那么凶，哎呀，那阿公阿妈听不懂也是很开心啊。好了，还有嫌疑嘛吼，啊讨论啊无共下诶，这个意见咧交流。倒去学校，搁甲你看到诶物件，你记录诶物件，哦，来甲做，包括演讲、做写做刊物，还是办迄个相片吼，点等遮。所以就去做一个代志，希望讲去学社会看到了，搁会当把这物件带转来，互学校的其他同学知影。哦，啊无其实伫台北大拢也毋知影，伫校园内底拢毋知影。啊，迄阵的老师也无咧教，哦，也是老师教来骂尔，袂讲啊，这个人就是哦野心分子啊，还是讲迄个去用煽动的啊，等遮嘛。哦，所以阮就带做真侪即种工作。啊，包括中5、2控的农民运动，哦，啊，伫学校内底，阮就希望讲会当即办一个活动去互即个，互同学更较知影安尼。啊，然后招生，吼，即个我就，迄阵其实做认真啊，做社团的经验就是讲，啊，一定要互代代相传落，哦，所以逐届拢有新生入来，然后新生就先拢带伊。迄个烧圆啊，哦，包水饺，哦，讲阮这小团就是思想性吼社团，但是很温馨，哦，啊，学弟学妹就来安尼，啊，加甲慈眉善目安尼，这其实上后嫁就是东海人间北神花卉那边，哦，蔡其昌即摆另外副院长，伊做后生拢足干的。伊拢有加甲足慈眉善目啊，足趣味啊，逐工讲笑，一大记搭包水饺，哦，啊包甲食期过了，开始摇山，迄个落落来就开始震撼教育了。啊，真正落来就是忠贞的分子，哦，所以足趣味啦，啊，定定甲学弟学妹来开讲啊，了解安尼。
然后办活动，像阮做就办做者活动，哦，希望。其实我咧想想，我到即摆咧教这嘛是共款。我著一直咧想讲，学校内底无啥，咱就想办法来办啥物？学校即摆内底欠啥物货，咱就来办啥物货。哦，像我即摆伫学校内底咧开一寡课，我就讲屏东大学，但是屏东的一寡社会风土社会物件，就较早拢也无咧教。哦，较早阮学校前身较早叫屏书嘛，屏东书专嘛，但是叫屏东书专。也无咧教屏东的物件啦，教的拢嘛是共款，就共一套的迄个师资的物件。我就想讲，即摆叫屏东大学啊，是毋是应该屏东物件教？所以我就想办法拢安排遮，或是甲学生带出去看安尼。迄阵伫学校内底，想讲无，阮看着遮好的电影，无想办法甲迄个影如，当啊迄 MTV， 会甲头家讲，我借来看，阮学校办好无？讲好啊好，只要搁较侪人看好，真好安尼吼。所以办影展，我阵办一寡啥物？迄种艺术影展，我即摆看，我家己讲会困去的，嘛是拢，哦，所以啥物400集啊，啥物我大一、大二拢看较好，然后办册展，哦，所以包括迄阵台湾的店，前卫哦，前卫出版社，哦反正迄阵就是较打出来吼，有关反抗意识的、较本土意识的，遮的册学校无咧教，无咧卖嘛。所以拢想办法，拢咧去学校内底卖册，哦，去外口看，安尼，伫学校内底就办演唱会演讲会安尼。即个我记迄阵原住民的议题对阮来讲嘛是真，大嘛是真，感觉真好奇，一方面嘛感觉真重，哦，所以阮寒暑假有当时阮也无去后硬时阵，就走去。比如讲，新店迄个江浙，哦，太阳族的。那较早社团，咱学校内底拢有山地服务团嘛，哦，学生落去山地服务安尼。但是阮一寡迄个学校的，即同学就讲，是你是要哪服务啦？哦，迄原住民的真济问题，都毋是靠服务的咱解决的。哦，咱应该去学习原住民的一寡智慧、一寡文化，然后。看想办法学校的人，较侪人知影，吼，你嘛，所以咱较会理解讲原住民，所以互相理解较有后壁遮物件啦。所以你甲咱做服务都无路用啊。所以包括遐商务团的物件，社团拢甲阮做伙，尾仔去租遐，阮就去住伫遐，吼，住暑假住1个月，然后去了解，然后了解了，就完了甲阮做转来学校做展览、做演讲，吼，也是甚至邀请像迄布农族的，东部遐因是迄阵玉山国家公园当成立。因拢做巡山员，阮就规个巡山员请来遮开演唱会。哦，迄场演唱会我印象足深刻。哦，遮尤其大家布农族的迄个音合唱是天下第一个。我真正是讲天下第一。唱2点钟，我同学所听啊耳啊发。哦，毋免麦克什么拢毋免啦。哦，就是来上天然的声落唱安尼。迄其实顶拢是透过社团。做一个媒介，哦，会当甲引入来学校内底，哦，校老师无教，咱家己学啊，大概是即个概念。然后就上街头啦，哦，这是我大学迄阵本来就一个拖仔拢一直等这个布条啊，尾仔无等着，你讲母校扣起来，哦，你个干那发现较早时是安尼做啥？有闲。第一教毋是报道，毋是讲要安怎正起来，无大家先拍伫涂骹布条衫咧，开始写，家己写，因为无钱通用，哦，然后真济活动，你也去就带大一的学弟妹去，哦，因为当初我第一摆去嘛是，我是家己去的，甲几个同学家己去。我第一摆去三八游行是1987年，大一下学期，我参加游行。都是台湾人权促进会办的游行，所以注定20几档以后做会长是注定的。第一个游行就去参加，迄阵啥物会？讲咧平反228啊！1987年228，这3个字也就是禁忌嘛，所有历史拢做砍掉的毋讲。所以包括陈英兴，包括陈南荣，哦，包括江鹏迄个。江鹏坚，哦，碰刚就是民进党的创党主席，
因几个成立一个叫做228公益行动，希望会当甲即个228开始有一寡较正式的研究，而且要求政府要公布真相，而且要平反，才会加速点遮。所以就开始逐项拢甲参加，哦，啊，入到这是大事啊。这就是当年我其实要翕的是即摆就是咱太阳花最重要一个关键。上早台湾上早出来讲爱即个反抗，即个爱注意即个两化迄个服务贸易条例吼，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就是伊啦，赖中强律师，伊就是台法律的学生，哦，啊，这嘛是律师，这个高雄的罗岗律师叫老师刘思荣，中心法商。啊，就两规定的，所以就大家迄阵就定来住街头，然后大家学校无共款就交流，哦，毋是讲拢足奇怪的，大家学校拢有即种怪怪的人，哦，所以就互相联络安尼，哦，这是我咱另外一个案跨校的行动，足侪学校做伙，要求教育部以补助工人甲农民的子弟读大学，因为迄阵敢若军公教有补助尔嘛，啊是啊特别对军公教，啊一般的。尤其较散车这工人、农民煞免补助，所以就去教育部申请，啊，为着这个开会开几啊遍，啊，就各校就开始串联，啊，开始了解讲一寡，所以逐个学校开始拢都有做伙啊。哦，这个是一寡学校的无共款的联名啊，然后这个串，即讲串联啦吼，学校甲学校之间的这个联名。其实有一寡学生也是学长，或者是毋是学生的，比如讲，我头仔讲过刘炳川，哦，刘炳川是一个政治犯，伊高二的时阵就去读册会，哦，伊迄年代早阮10几冬，较衰，读册会，阮是去用记录尔，伊读册会就去用3个绿岛，判15冬，哦。啊！伊尾仔出甲，啊！伊有高中、高二就去用掠伊，所以伫绿岛内底讲是上细汉，所有人拢足听伊的。伊一个囡仔，所有的政治犯，若会晓啥物话拢甲教啦，日语也甲教，英语也甲教，啥物四书五经、中国历史、西洋历史、日本历史拢甲教。伊学荷兰文伊就学会晓，尾仔出来。开始就研究做台湾史，家己写，然后迄阵即本还袂出，摕一个 copy 的一本，走来阮社团，讲同学，恁有兴趣无？我来带恁读册会好。我讲要读啥？我教恁读台湾史，哦，爱就讲完听。啊，阮就讲，啊，老师你安尼，伊讲莫叫我老师，吼。你若叫阿川啊就好，我讲你咧带阮读册会，敢毋着老师？伊讲无啦，就迄所以伊的经历就讲带点。我讲安尼啊，你要来教阮爱收钱无？伊毋免，你请我食一碗面就好。尾仔才知影讲伊迄几冬是为台湾头走到台湾尾，啥物基隆海专，啥物一直到南部仙台高医，安尼一直带读册会。简单讲伊一个观念，我遮的知识是伫绿岛遮的老师传互我的，我有义务传互更较侪台湾少年人听。一间一间啊，所以拢有教歹去，真有教歹吼。啊，我理想到即摆70几啊，还阁继续咧写册，哦，这是哦真感动，我台湾人的精神，我感觉真无简单，吼。啊，特别是因为安尼，伊原来变做阮迄个监控专案上大尾的，因为带坏学生的人，吼，真特别爱监控中的监控啊，哦，调查局为着要监察伊，伫因兜对面租一间厝，哦，所以因兜内底几片堆，都有条啊，都有窗啊，拢知影，伊个调查局伊个资料拢有来，哦，所以就迄个监控是较较严重。然后。迄个基督教会，我那扮演一个真重要角色，伫各校的连结吼，因尾啊，即个 UIM 是一个教会内底组织吼，叫做城乡宣教
委员会。那简单讲就是讲，你即个传道人去到一个所在，你无一定是你的故乡啊，你不一定熟悉啊。你去到一个专心的所在，你要安怎去宣导？你要有一定的方法甲人设，哦。然后，即个国外慢慢发展变做一个社会运动的训练的课程。台湾长老，迄个基督教会就甲引进台湾，所以对台湾当年的一寡社会运动者训练吼，叫做幼儿园社会运动原始营伫台南新华咧挖山边，迄个营队，我当去参加，伊一摆都9天啊，9天的营队。我讲营队我办遮久诶，搁办伫荒郊野外。啊，但是以前阮去吼，我搁转车、搬车，尾仔搁用迄个甲人做安代志，敢若正经要革命的款，迄个气氛真好，你知？后尾去到遐，我知影啊，要革命足困，吼，因为干若放啊，一工就拢200几包，迄真正电工走无路。去到遐，无共款社会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原住民运动诶，拢总做伙共运诶，吼，啊，然后9天诶课内底教你，啥物叫社会运动？基本的概念是啥物货？你毋是干那靠一个情，毋是靠一个理想尔，你要有一定的知识、一定的技术、一定的技巧。比如讲，你要安怎讲话，要怎说服啦，哦，你袂当讲无两个你就掠讲，可能较早掠讲，哦，也是对方甲你已读不回，你要安怎？等等，遮拢有一寡足侪技术，哦，伊是只有一工一个课程叫做社会运动者如何维持健康，身心健康就对了。哦，那有咧参加公共事务的拢知影，有当时啊，你参加遮哇，气甲规身躯拢伤。哦，毋是去用拍规身气，家己气到着内伤，你知影？哦，啊，伊就教你安怎，你要安怎调解，哦，要安怎去排解遮物件。啊，朋友同事之间要安怎互动，等等遮。啊，做趣味的哦，迄个农民的乌子桑。红山来，伊阵农民是种拍甲足惨的，保持讲伊用做这样掠伊。啊，你60几岁，伊怎讲啊咧哭呢？伊就讲我这武运动，我这毋知要安怎，你安尼哭。啊，但是你个牧师就甲讲，啊，你安怎去排解你的迄个？伊讲啊，我着做田的，别人都袂晓，我着去种物件。伊讲爱透过种物件，伊的心会慢慢平静落来。啊，高雄一个要甘运的。哦，迄阵工运啊，迄种打甲做惨，尤其高雄的工运吼，胡永庆咧处理大数工人，无咧手软诶。哦，啊，迄工运的工作者讲，迄无法度啊，只干嘛迄种掠者开除啊，逐个拢迄无做咧，啊伊就伊大家毕业就去做这个工作，啊心内拢充满无助啊。伊讲伊就是若休困，就翘倒摆向南徛。一直徛向垦丁徛哩，但是每到垦丁，看到有海的所在，乌倒摆的紧就踩咧，向海边冲去啊，无冲入去啦吼。徛伫海边就开始大声，开始咻安尼，啊，看无声，创啊咧哭，目屎流，目屎滴啊，啊，规透了，乌倒摆乖乖搁徛徛啊，就大家分享这无共款，你安怎去面对运动内底的即个哦。是酸甜苦辣等等这样，那所以这第一摆啦吼，我理解讲，社会改革其实毋是一个清清彩彩讲，伊是一个真专业，而且是应该真严肃去看。普通时咱当然真轻松吼，毋是讲你逐工爱做沉重，但是伊是一个专业，你有一寡准备，吼，或者是讲社会运动组织应该是着重遮个。准备哦，啊协助大家，所以我尾咧带台湾会时阵，我就讲台湾会内底这工作人员是台湾的宝，哦，一个月3万几尔，伫台北，伊讲迄台北律系研究所毕业的，迄伫台北愿意即种头路安尼做10档，哦，啊，逐工是安尼去心努命啊，规种有做咧安尼。我讲安尼组织应该提供恁一寡帮助帮忙，会当互恁继续行落。哦，所以阮就比如讲，阮大概上早伫上团队有员工的智商，哦，员工的旅游，哦，员工的即个生长的工作，迄个工作法等等遮，哦，啊你看我都行长远，
看我行长远。啊，较重要就是讲这个人的薪水嘛，慢慢调高。所以我定咧鼓舞大家，拢爱关注这个 NGO， 这个人民团体，这个社会团体。因为内底有这个人要拍拼，咱若会使加减慢慢斗相共。所以我真趣味我做单位的时阵有一摆要应征人，一个应征地方感觉真认真，真欠佳，赶准备，伊底线换得真好。伊讲，老师我母也反对，伊讲做这无稳定。我讲我若社会还咧做企业研究，台湾的中小企业平均大概16年，阮大概会到即摆已经32年，应该是比社会多数的工课较稳定。我老师讲我无咧信这啊，你问？但我有影做社会对即种头路种问，什么基金会、什么社会有啊，你认识拢较少。咱的事实啦，讲这个要读迄个一生以这为一志，大家感觉头壳歹去，对啊，所以咱开始鼓舞搁较侪人投入，普大众较侪人捐款的，然后学生之间，你话我参加啊，对了，开始倒来家己办啊，看办学办嘛，你家己倒来办啊，安那训练学生安尼，即我阮家己办的，迄阵就是学生会，即个运动伫各校拢咧推送，就讲要成立学生会，拢用骂啊，讲恁是共产党，恁是要造反，恁是要台独，我拢奇怪，只要成立一个学生会尔，较会你讲，较有遮严重呢？就讲我这边违反师道啊，什么违反校园伦理，好啦，反正各校就去参加，所以包括外口的农民社会议题。我咱带进来学校内底，所以咱看到真侪即马的社会运动的干部啦，或者是比如李干事啊，什么话也是会长等你，差不多足侪拢是阮迄个时阵阮即演出来，大家继续参与，包括迄像绿盟、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会长赖伟杰，甲迄个啥，怎么样袂记袂记。迄拢甲阮共下的学生运动的参与者，我拢甲，所以就是甲学弟妹讲一件代志，就是讲，你来参加这毋是佚佗啦，你要较认真的，就去强调讲，这有一定的专业就对了，而且你有可能是赚到真侪人的寄望，会期待，讲恁会当伫大学还是伫台北咧帮阮创啥？你想想，真可怜的，迄阵包括后硬，阮常来讲后硬，迄个访港区遐乡亲，定定就讲恁转去台北了来帮阮讲话啊。我就讲无啦，阮敢若输啦呢，阮就是大学生尔，阮毋是伟大的人呢。嘿啦，伊就讲，但是恁就离台北离总统遐较近，我看伊讲，我讲毋是近的问题啊。但是我讲阿送，你若有来台北，一定甲阮讲，阮就陪恁到底安尼。所以若来游行，阮就拢有去，大家静坐，阮就拢做伙去。伊若要写布条，就帮伊写，类似安尼来做伙。你会感觉讲，即个社会的期待伫身躯顶，伫台北遮身躯顶，所以当年足侪反自救的，自救的。但是差不多大学要毕业的时阵，开始你看到遮个自救的开始有一寡转变。自救的啥物意思？我即阵人，即个社区碰到一个议题。也是我即阵劳工关手去用欠薪，所以我自救的。但是我若套着，我若解决自救的问题，解决即个组织就会改善。但是尾仔慢慢啊，因为太侪共款，太侪交易相像，所以开始组织安尼那因为社会不公不义的代志太侪，那台湾第一个成立的 NGO。其实是这个消费者交基金，这个毋是行街头的，但是伊有一个真大的象征意义。第一摆毋是由党，毋是由政府成立的 NGO 啦，是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这个是安怎要成立？当初一群学者甲律师为着1979年的多利联本
毒油事件，中部一名受害者因为拍集体诉讼，那遮个人，遮律师有正义感的，就讲安尼，阮做一个，哦啊，消费者的即个权益爱保障啊，所以就成立即个基金会，去登记，讲登记讲要2档，包括政治单位拢来处理调查，遮个教授，遮个律师，你为什么没事要组这个组织？是不是别有居心？没有啊，我只是想帮助一般的人民。你没事为什么想帮助一般人民？哦，迄个年代就是安尼，听讲尾啊，佫为着安尼入去总统府见周建国，去甲总统亲身解释讲，无，阮无要造反，正经是咧帮政府处理，正经是帮政府处理代志、处理麻烦，所以尾啊，较成立的，哦，这有登记。第一个突破禁忌，哦，民间家己定，哦，啊，然后开始一寡这个妇女薪资，吼，即摆妇女薪资当然先登记10几社，哦，10几社较好登记，然后即摆我阳光基金会那边生产的，即个就是1982年妇女团体开始的当，83年宗教团体即个劳工团体、劳工中心，我来当登记，哦，1984年。就有3个团体，包括台关会、包括原住民促进会，加即个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即3个团体，就是伫迄当初迄前后迄几冬开始要发起运动。台关会要处理228，简单讲要处理政治犯、污名单、台湾的政治人权、言论自由等等遮基本的人权。关会要处理原住民的问题。你若有印象，也是去查新闻。1984年，台北县发生3个迄个煤矿矿坑的矿灾，拢总死200几个炭工。迄新闻画面吼，看出来尸体一个排，拢总是阿美族的原住民。吼，伊离开故乡，啊来到遮就是做遮上辛苦的代志，叫即个矿场安全完全拢无顾，安尼连续3个。所以当年伫台北读册遮个原住民的青年，就开始组织个原关，哦，开始甲原住民的声音正式有组织讲出来。啊，无迄阵，逐个拢感觉原住民岛都欢喜喜啊，啊无逐工就是天醉啊，对不对？哦，啊去迄个日月潭哦合照，少主的有无？去到迄个东西阳光公路太鲁阁组的，啊拢伫遐啊，咱伫咱合照。原住民大概是即个社会意向，想袂到因伫都市也是伫工课顶嘛是遮艰苦咧活。哦，啊到1985年，佫我讲迄个花莲秀林乡贩卖人口、原住民除籍问题，花西街内底，哦，社工开始咧去救援、教会入面安尼。所以原住民的关系开始伫迄当开始，社会开始有因为即个组织的关系。那劳工也是共款，哦，1984年开始实施劳基法、劳动基准法，啊，这个头家就到即摆还搁咧反对嘛，所以你像当年是反对，甲搁较厉害。所以这劳工开始就组起来，那我开始希望法律顶管也是集体会当安怎有。好，然后这个立新伫1985年，然后1987年改革改严。3个团体真重要，拢伫迄阵成立，包括啊，即个主妇联盟，哦，然后学生团体，哦，啊环保联盟，87年，哦，然后咱即摆较知影创设基金会，哦，妇女救援基金会，然后1988年，所以你这一寡例尔啦，吼，你看着讲1980年代，你慢慢仔看着这组织哦，啊，这有组织内底就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所以有专职化、专业化会出现，哦。即个等于讲是做一个总监来报，然后好上尾啊，阮80年代遮学生，当然母弟母教母到遮济，是有老师说你成果啦吼。我简单做一寡整理，校园内底遮个物件，过去的控制慢慢仔拍破，吼，然后遐管制慢慢仔就放较松，放较严，啊，然后本土物件伫校园内底开始拍破，哦，
然后老师恁教有家己学，啊，讲到尾啊，一寡老师为国外开始学转来，少年的学者转来，开始伫学校内底教，就开始讲，哦，所以学校内底你会看到一寡变化，就这啦，这我特别要讲的，老师甲学生甲老师拍先战，但是讲老师你教了好无？你的即个上课有啥物好的所在是歹的所在？你的表现安怎？学生有机会去甲你拍分数。即个是当年阮推上，我这叫做法自毙。哦，因为即摆有学生咧拍我分数。我做个同事哦，做袂爽，定来伊学生拍分数拍足惊，咱做袂爽。我就讲无啥物通好袂爽。哦，学生拍分数。有当时会拍无准，拍无真，拍毋对，拍起毛字的，这拢有。但是你平均来看，你知影学生安怎感受你的上课，平均看，吼、啊，你逐当安尼看，你慢慢来了解你的表，所以你的教学内底，你的即个上课，你安怎改进，拢有一个方向出来，吼、哦，如果鼓舞学生讲，你莫讲莫听，因为当年即个是安怎来？即个是阮迄代学生接触的，因为阮迄代拄着的老师是，一个课本用30-40工，伊课本掀开，伊也毋免看，伊就念，就是甲课本写一模一样。你像课本伊写的嘛毋是抄别人的，哦，规学术的水准完全是，上课就乱七八糟，哦，这对阮来讲，我迄阵就是。为了抗议，就是卖伤尔嘛。但是我的争取，我现是有机会会当迄个。当年阮就，因为我当选迄个学会，逐个系有一个学会嘛。我做学会会长，阮就讲10个系尔，所以10个系会长，我拢足熟的。不管是走出去拍麻将，是拍麻将，食物件，拢足熟的啊。10个系联合起来讲，安怎来拍，老师拍先前好无？好，学校教务长跳起来，造反啦！我讲没有要造反，只是要打分数而已。打分数就是造反，那天天造我反干嘛？我也造你哪一次嘛？哦，校务评鉴，我马上评鉴你混得出，学无出，哦，对不对？你学校的服务对阮就好无？甲你评鉴是够要紧。迄阵为着这参加我教我小精，教我少年嘛足歹，阮就甲，这老师这地政系老师，即摆中正大学政治的教授，你看伊当年字偌水啊！因为着这安尼成绩成绩要拍出来，你对一门课，迄当年的一个老师，册甲要死，阮就甲公布出来。但是安尼慢慢教育改革，较甲即个平衡。哦，你教育即个是双向单向，敢毋是？所以即第一个成就啦，第二当然是甲政治民主有关的。哦，大家讲野百合学院，野百合学院其实等于阮头前遮济才会努力做伙合起来，较有即个，毋是讲向用发现的啦，有足一个基础啊。包括伫政治上，大家去思考啊，啥物叫民主，啥物叫民主化？那台湾人，即个国民党到底是对咧独裁，你啊有一个意识上的基础哦。所以这是迄阵《南方杂志》，蒋经国过身，1988年过身了，伊就随招遮个少年的国校的代表。来开一个座谈会，国事座谈会，我强者离世嘛，所以有一寡迄个到尾啊阴影安尼，你看这名单真不得了啊！哦，林家良，哦，吴介民、陈志友，这拢是中央中央纪委的教授，哦，曾昭明，进前总统府的秘书，这阮学长，罗建峰是台湾即马迄个迄阵来我咧学问，现代负责学问的。伊是啥航空系的啦，所以即摆是台湾的无人机的真重要的迄个厂商的领导者。陈庆阳是迄个世新大学教授，何登宏中央大学，洪章良家己馆长，所以阮着所以你看遮讨论，我看我人大学生来讲足认真啊，有足侪物件，足侪思想准备啦。你有即个准备了，你较知影讲就该条你要咱推送。
哦，啊，当时较要出来运动，什么时阵是关键时刻？所以1990年3月，李登辉搁要连任，啊，你这个连任是要用普选，还是要用国民大会代表继续选？这拢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啊，所以就大家起来，大概是安尼吼。然后杀刀这个结构，这个我用细节我就莫讲，这毋是干那一摆尔，迄几啊摆。3月去接一礼拜，5月李登辉就提名何必川做行政院长，大家去甲走无咯。3月当然去互你国民大会选了头多月就选准线。你讲你要政治改革，去5月你搁叫一个，这个何必川来做行政院长，大家搁就地留去抗议啊，搁去占中正庙，搁占一礼拜。哦，但是即摆就无遐好康啊，报纸就无报啊，电视无报啊。哦，因为李登辉甲何必川自刘拜辉迄阵就算合作啊。哦，啊，1991年李登辉讲好啦，我开始宪法来修改。我毋是宪法，毋是爱修改，即个宪法伫南京定的根本就无适合台湾，你应该是制宪才对。哦，李登辉当然有足侪款的理由讲安那啦，所以我就讲要求制宪。哦，啊，迄阵就我甲政府就无共啊，你要搁占领中正纪念堂，就足困难的，警察就。5月初9，4个大学生用掠去，因为啥？因为讲捌去甲日本甲苏联见过面，就叫做叛乱。哦，用迄个2条1起诉，唯一死刑啊。啊，其中是一个是清华大学学生，啊，其他3个是少年的社运工作者。我迄天会才看到消息，啊，廖伟成就清华学生用掠去。啊，随着小敲电话嘛吼，看其他人还有伫个无安，因为伊也毋是足积极的人，伊毋是迄个徛伫做总指挥的。下面就用掠去，啊，可能其他差不多掠啊差不多啊咧。电话卡来拢无，其他人还在，啊，就开始讲啊了解什么状况。我人讲，听讲调查局为迄个设计啊人员摕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大家赶紧转去。家己房间把《资本论》先修起来。不要消息传来讲，毋是《资本论》，是苏联的台湾人400年史。大家知影怎样？大家赶紧转去搁修起来。过来开始要救人，好，过来占领中正纪念堂，中正庙搁要占起来，看要甲救出来。哦，迄摆毋是一般的宪兵，毋是一般的警察，是霹雳小组。霹雳小组徛伫遐门口，支持面伊就冲出来拍，就有影拍输音。我遐讲过6遍讲袂入去，包括陈思梦老师迄个台经济的教授，拍甲流血流去。尾啊，安尼好，想办位，尾啊讲我来占领台北火车头。迄阮学弟张元想出来，伊讲火车头，我咧讲有好处。一天50万运输量，无可能抓啊封起来，对不对？第二，有迄室内，毋免穿3月校运，哦，你搁落雨，搁出入，搁有冷气，搁有便所。哦，咱就国校讲的，约明仔载下晡2点，大家拢是旅客，去甲内底册包内底布条撒出来，3、400个做伙冲入，哦，尾仔甲占着。题外做趣味吼，就是讲，即摆咧讲是讲笑，但迄阵当然外口拢警察，规个嘛是真大压力。但是吼，你知影台铁你捌顶到上尾啊？即摆毋知，即摆可能无咧关啦。较早台北火车头是有咧关。然后讲，迄个各位旅客，哦，最后一班车即将10分钟之后啊，请各位旅客离站，本站即将关闭。中南部来的同学往来，你会发觉讲，社会内底开始有一寡人，也是有一寡包括政府内底人开始咧支持你。哦，我毋知迄个广播的尾仔有用安怎无，我毋知啦。但是我迄阵，阮就听着，我足感动的啊！哦，中南部来的同学晚安。伊毋是讲中南部的同学，你们毋是咧迷晕的。哦，啊，你政治民主化，你发觉规个社会内底开始咧支持这种改革。哦。然后社会开始也有一寡改革，包括刚才讲农民、原住民、劳动者等等遮的，哦，这后硬，我阵去迄后硬原真诶，毋是干做调查尔，尾仔搁伫遐演戏，
然后演好遮个，搁写剧本。我头仔讲迄个简历这医生，伊就基本都无咧上课，我甲你讨钱。毋知为哪做医生呢？伊迄阵是武学生运动兼迄个剧场，哦，第一班迄个台湾新剧场运动，伊我拢第一批拢伫遐训练。大家知影吴鹏凤前2当过身去，迄个甲我共的呢，大阮几岁，因就是拢做伙咧做剧场改革的，啊做写剧本啊，我伫遐演戏。演布袋戏，演行动剧，演互囡仔看，演互老人看，佮演互进步部队看。哦，走去中油的迄个正门伫遐演戏，无人看，干那迄个政法部队伫遐看。哦，转来就写文章，哦，伫校内底分啊。我讲的是讲，这是一个真长的一个道路啦。伊讲我来夜宿后进。跟后进人民困做伙，徛斗阵，哦，请恁相信政府的决心，会甲环保做好。我请后进居民、后进乡亲，再为台湾经济牺牲25年，好不好？大家讲好不好？不好。但是我都话侯伯春讲的，后壁搁对2000个政报部队。哦，后个居民含着目屎讲啊好啦，我都甲你讲真啊。但是换了一句话，25档，1990年25档，就是当时2015年，对不对？2015年，所以你即摆去高雄看，炼油中心迄块地即摆工程过起来，本来要改做生态公园，结果煞台积电讲要去。台积电我那有物件，但是无遐严重，所以我即摆有家己小交通，你新的来，你也好处理，做一个工业区的示范，莫讲咱一直拢乌天染地你毋对但是我咧讲高雄市，尤其是北高雄的空气污染无度改善，爱感谢后面的人去当年4档的抗争，尾啊2012年开始要到你发觉经济部。我甲高雄市政府介绍，搁咧颠打，搁伫咧丢毒，讲，我们看看有没有在做升级的可能啊？不要浪费在投资啊，什么啊？你我讲个后硬人搁动起来，来找阮当年阮遮的少年人，即摆拢变中年人啊。讲好，阮继续听你，所以阮遮当年去的学生，全部搁做伙去，做伙去动啊，即摆伫国校。内底，即阮查某囝嘛做伙带伊，即个阮的学生拢做伙去，宣誓讲，只要经济部2015年啦真正跳票，我甲后日乡亲做伙甲伊拼。尾仔搁叫选举要到叫政治人物要连任，叫局长当局来宣誓讲绝对支持。监督这个经济部一定要伫2015年关手，后来终于及时在2015年最后一天关场。所以高雄的空气较好都改善。我意思是讲，这毋是干那阮尔，真侪阮迄代朋友，抑搁伫即条路顶悬咧行，可能是无共款的工作位置，但是拢继续咧行。所以我做一个结论啦，阮拄好命伫迄个时代读大学。毋知好命歹命，毋知啦。但总是伫迄个时代，所以我有机会会当经历遮侪物件，看了遮侪物件。但是我要讲的是，真讲起来敢真趣味后尾我搁处理过迄个野百合世代去讲话但是阮遮人无特别厉害。我要讲的厉害是，这是我当年头毛足济。有点坐过头去，即摆我做的工课是纠察队。我有即个故事结束。我当年伫100号学院的时阵，迄7天，我去互大家指派一个任务，做纠察队长。纠察队长要创啊？维持秩序，叫啥？维持路队，毋是啊？迄是一般过去。社会运动内底的纠察队，就是要维护即个运动会当继续。
前进，顺利进行，袂互警察还是遐政治人员来迫害。所以，因若有人要即摆乱，即阵定定便宜的即摆乱，哦，也是边仔林骂学生，然后制造冲突，冲突了媒体就翕嘛，啊，讲你这种暴力分子，对不对？所以警察就来专门做这种代志。然后人要即摆乱，我就爱甲带出去。哦，其实也无带啦，就是甲整两个甲拍出来。哦，警察就大家第一做这种人。第二个工作是啥？第二个工作是帮爸爸妈妈找囡仔。迄阵啊，阮就围起嘛，规个中正迄个广场，一班差不多爱80个救出，啊一工3轮，所以我手下有200几个队员，你知影？拢义务的嘛吼，国校志愿都做咩？我迄阵大四啦吼，好尾仔去啊清华读研究所，迄伫路顶佫有人叫个，队长好。我讲什么队长？啊，我那时候也是在那边当纠察，我是你的手下。做工作的，做助理，一班80个，大家鼓励吼。啊，一个真正好工作就是帮爸爸妈妈找囡仔。你就会常常讲，迄烦恼甲毋知要安怎，迄囡仔，迄爸母啊，为中南部去啊，来遐找囡仔。啊，你帮我找一个好无？中央大学迄个大气科学系迄个何东宏有来无？啊，迄你看爸母吼，迄个慌张的眼神，紧张、烦恼、恐惧，哦，我讲独裁政权上不应该的是，哦，这爸母活伫即种恐惧哦，即种惊吓内底，这是上无人道的所在。你互逐个人活伫即种安尼烦恼啊，互相伫遐，哦，你会安怎，我会安怎，袂安怎？啊，你看爸母的眼神，啊，帮伊找人。我问你，啊，一面若真正找着，你要安怎讲？你面真正找着，我就讲何东宏，你比我好，你打你母来啊！你甲我进去帐篷内底，莫阁出来，出去，阿伯阿姆，放心，恁后生无来，恁后生家头前讲要来，结果拢无来，可能拢走去拍电动啊，是安怎？你放心，伊无来，伊若有来，我叫伊随转去。哦，这个就把迄爸母的迄种心看到安乐。哦，啊，你其实迄工程是足艰苦的。哦，你包括迄种阮爸母是对我是较自由自在啦，伊较无管遐济，但是嘛是烦恼啊，叫阮接啊嘛是秘伫迄园所偷看我安怎有。哦，迄尾仔较知，阮母70几岁才晓讲啊。伊讲你当年你搁笑着，伫遐你安尼，我母遮有诶无？迄你毋知影？我70几阮母啊，个性真正甲我讲，我听你嘛是，你咧哭啊！你若当年哦，所有诶人，伊所有诶亲戚朋友，拢骂我，袂晓教囝，拢对爸母嘛，拢伊妈妈。伊讲好，你迄问题我笑着教，你愈笑着，我就骂甲愈惨。我拢即个你吼，我歹势啊，我生气啦啦。啊，内底心内底感觉，迄大时代内底即种吼，一般爸母诶心情，迄是。啊，第三项工作，救杀队要做啥？接受捐款，因为要上万人伫遐，所以做者物资、做物件拢爱靠捐款。遮个叔啊、伯啊、姆啊、嫂啊，足古锥的，无头路的草逐工来，有头路的下班就拢来，啊，拢整伫遐，啊，甲阮开讲，看报纸。食薰啊，不时就讲啊，要管钱，哦，啊，所以阮有一个募款箱，2个募款箱。你若有机会看迄阵的农业片，迄个纪录片，你看了感动，啊，一个箱啊撒出来，啊，你知影，2分钟就甜啊，哦，咱100啊，1担。我定讲要成功，要改革嘛是即种力量，遮个啥物学院分子，拢我支持，无遮个物件无法度。啊！我迄阵做警察队长，印象上深刻就是一天，我倒咧食便当，啊，2个队员走来找我，讲队长啊，你来处理一下，迄边有人要捐款，
我讲捐款哪有啥物通好处理？哦，我定定讲这个故事哦。捐款有啥物通好处理？捐款就该收起来就好啊。你讲无，队长，这个不太一样，你来看一下。我去甲遐，一个你看得出来，就差不多是迄个外省老兵，攞个便当起来，讲坐马车起来，伊要甲伊差不多添一世人迄个金破的金手指甲弹。各位，你要收无？你敢收无？我敢收，我敢收。当然唔敢收啊！不然我老伯伯这个我承受不起啊！你收起来啊！我老伯伯就讲，年轻人，那我头发我等一辈子就等到这一天啊！啊，一个过全哭，啊，硬要落阮就甲冻，啊，伊哭啊，伊规温落，我到对咧，规阵咧挂遮边啊，我看甲流晒。啊，我意思是讲，就是这些力量，包括阿伯啊，迄种改革，迄种改革吼，会成，绝对是有这种一个吼。迄个我头仔推荐迄篇上好的事件，我来得写一本册，伊的introduction，伊的序言，就写讲，伫迄个年代，哦，真正有真侪人，互咱足感动，历史上的人物。但是对伊来讲，伊上记伫心肝内，就是迄一个不知名的一般的人，因为街头顶悬，安尼来来去去，无留下任何名。但是即个社会的改革是因造成的，伊本册是献互伊。我定咧讲，即段故事其实嘛是献互当年有在拍片者。好，我演讲先到这，多谢。好，咱来要讲出来。还佫有真侪故事会当讲对无吼？即个拄则咧讲的，吼，真济嘛是我有共同经验啦，吼。拄则迄个讲花西街的迄场啦，吼，嘛是我参加的第一场的游行啊，就是伫咧迄个，因为阮是长乐教会系统的青年的即个妇女事工内底就对遮的牧师啊、长乐啊、吼先拜，就去花西街安尼行一转。迄当阵其实事后想，其实是有小可恐怖。因为迄虽然是看起来敢若较软性的，毋过事实上，阮咧行的过程嘛是有真济，迄毋知啥物人，事后想应该是迄种便衣啦，就是拢会对伫咧队伍的附近安尼，吼其实迄便衣的穿插，咱草拢真了解啦，就是一看拢知影。即摆敢若较无看到迄款穿插的人啊吼。所以今日真欢喜会当听到阿斌啊吼来甲咱分享遮尔济，毋知有啥物想要问伊，还是讲想要分享的敢有吼会当来问问题吼。今仔日吼，我听到你的演讲，我非常的感动。真正是咱台湾会今仔日会当变成安尼，拢足侪先辈吼，拢介侪牺牲的人啊，真正实在是。因为即个活动的时阵，因为我算讲年岁较侪啊啦，所以我拢伫迄个戒严的时代读大学，所以我无经过遮。但是，我想要问的就是讲，你伫迄阵的时阵，当然是时代创造，来讲时代创造青年，青年创造时代拢有啦吼，这两个拢夹做伙。你迄阵读册的时阵。即参加遮运动，恁老母以前有若是足侪压力的嘛，吼，你头仔有讲一点点啊啦，我是较希望讲，你迄阵要安怎去，第一厝要安怎甲恁老母家己交代啦，然后像我即摆我咧想讲，我即摆我做老母，我囝若安尼，我嘛足紧张，我应该嘛是会很挣扎的对啦吼，我希望讲我会记当加听歌。你要安怎去承受这？你要安怎教恁老爸老母去做这个交通这些？即摆家己我做老爸啊，较知影讲我当年有学过事。但是其实我甲爸母的烦恼，无法度减轻啦。我要甲少年来讲。在座的少年，你有法度做一寡工作，袂拄有可能会当减轻恁爸母的时代的烦恼，其实是烦恼，吼。
咱先讲两项，一项是无赞成嘛，吼。那像我当年，我就是我较干啦，我拢会，因为阮爸阮母拢老师，吼，因无一定是真正国民党的支持者，但是就一般的老师嘛，吼。啊，出去就订联合报，啊，然后迄阵我伫咱迄阵较定看的报纸是自由暗报，对不对？我就想讲，啊，足侪消息联合报就袂报，自由暗报会报。啊，我要叫你看，无可能啊，因也无可能，啊，厝里都有啊，哦，啊，这报嘛订足久啊。我就讲，我就偷偷去订，啊，等于甲阮爸讲，我今日我转来伫火车头，遐拄仔咧抽奖，我抽着，免钱的啦。啊，寄讲会3个月，你寄看卖啊。啊，然后啊，今仔日有一篇较好的报道，啥物货嘛？啊，爸爸迄放屎拢爱看报纸嘛，我就甲拗拗的囥遐，迄个摕遐看。其实是足侪事实，咱的时代人毋知影，无了解，所以伊的社会主流，所以伊无一定真正保守啦，因为也是讲保守。我定定讲的保守也是讲歧视、歧视吼，其实拢是因为资讯不足，所以咱有法度互伊知影较侪资讯。哦，安尼的啊，所以为什么即摆这个资讯战比较重要？这个假讯息的较重要，就是安尼。哦，所以咱尽量互咱的时代，别人较知影咱的资讯。第二，烦恼嘛，所以来讲啊，就安全。我定下迄阵阮母也打电话来，就伊拢毋捌讲反对啦，伊敢若有一摆敲我讲，迄个电南用做迄摆519要出山，迄摆是风声鹤唳，而且所有民间运动是。大概是真啊足悲伤、足掠狂，所以讲伊出山迄天要保卫总统要拼一下。哦，啊，迄阵政迄个国民党我警察迄个刑事警察叫我放消息出来讲，哦，这个暴徒会炸什物手榴弹啦，什物汽油弹啦，什物啊，我母啊就卡来讲，啊讲你后礼拜要去地哦。我就讲，嘿啦嘿啦，嘿，我无一定会去安尼啦。伊就讲，我无要甲你讲遮济，你就我甲你讲一句话尔。你若安怎，我嘛无要我，就挂掉。我无想看，我讲袂啦，我足惊死的，我若咧走，我拍，我走第二。我讲我走过我足紧，你莫烦恼。啊，若无效，迄烦恼那有可能一定会烦恼啊，真正。但是爱有时代人知影讲你有咧拍啥，你安怎想？比如讲，伊烦恼讲啊，你安尼有前途无？你要是咧做啥，你有出脱，有路用无安尼啦？哦，我就甲讲啊，甲有。咱若有一寡规划，时代人可能会感觉讲啊，你今日有咧想，口头上可能我咱无认同，袂爽口嘛，对不对？但是你就知影啊，厝底也袂了家想啊，囡仔有想安尼就好啊。哦，上惊是安尼，上惊是啊，感觉你也讲袂出要安怎吼，啊，要甲社会对抗到底，跟体制反叛到底吼，你你爸母怎就烦恼死？所以我若讲我讲袂，哦，啊，这我以后我去读册，读去幼所。哦，啊出来，即拢会当专职吼，你像大概我专职的，拢领3万几4万吼，即我拢袂歹，哦，去做地价，哦，我拢啊讲这我有咧想安尼啦，啊我著公务员我著考袂掉，啊你若讲诶，代表你有咧想，啊但是我讲这是我真困，但是我2项啊，第一个就是讲当然独裁政权，无应该真正就是互爸母拢换即款诶囝呀，这是第一项。啊，但是咱即摆当然无一个较民主化嘛，对不对吼？民进党要做一个改善的时候，但是相对来讲，这政治环境是较民主化、较自由，咱有机会，而且包括讲这啊，对不对？40当前，咱若讲这可能处理就唔知用走去对啊，对不对？但是咱若有法度讲即个，要讲，大家想办法透过即款讨论。甲迄个戒严时期留落来遮个错误的印象甲文化甲提掉，我讲慢慢来较好。包括啥物货？比如讲，啊，你若甲你的时代人讲啊，你想要去 NGO 食头路，你要来开独立书店，啊，迄个种包袱嘛，对不对？但是我伫英国读的学校 SS， 阮的社会系第一个学生的出路。第一个就是去做 NGO 的研究员，还是做专职工作者。迄个人是社会内底认定一个稳定、
好的头路，有价值的头路，社会甲你肯定，对不对？啊，咱社会内底无欠一个，所以我感觉咱这个大家共同努力。咱所用第三步，哦，建富公金嘛，哦，对不对？啊，另外一个就是企业嘛，私人企业。第三就是第三步，民间社会、各式各样基金会、协会什么，咱应该是较努力去发展，尤其从从事公共事务的公共利益者，大家有钱管钱，有力就去上班。我感觉慢慢大家感觉这是一个正当的行业甲头路。包括我即摆伫学校内底教的是安尼，家长来问讲，看恁这个要创啥？我讲袂歹哦，困来学长学姐拢毕业伫南部的社区大学拢做困来工啊。哦，啊若囡仔无想要考高普考，无要去民间企业去做奴才，我安尼讲啦吼。啊第三部门这袂歹啊，吼，真侪校长校姐拢比较，大概是安尼啦，系啊。我讲烦恼我都学我嘛咧烦恼阮查某囝。还有其他的问无？少年陪朋友来。想要请教一下，你敢有互警察掠去的经验？掠去。另外，就是我好奇是以前的社团，敢有团员偷工去找到我，讲我要做了别，然后透过安尼去添加一个无共的社团，敢有丧失了别？你讲第一个问题啥？我第一个问题是，你敢有？恐怕要检查了啊。捌去哦，无掠到警察局，掠一部车，迄阵拢是安尼。比如抗议啊，大家坐伫啊，对不对？啊，就甲伊掠过来，然后用迄个警备车，还是用游览车，甲你蹬去，然后甲你载去红高野外，载泸州，哦，载阳明山，安尼。迄个过程你要甲伊掠，当然无一法抵抗嘛，会歹。像我当初讲，迄个第一场迄游泳，本来是相拍，甲警察就有一寡当面的迄个冲突，迄个是定定有。迄便利拢嘛，有诶会假做是记者，哦，我有一摆，阮去迄个阳明山甲迄个，迄摆便利有够济。迄摆就是要修宪，要制宪，要求改原住民的名放去。啊，警察当着原住民，我迄真正就是，迄制度内底文化迄歧视的啥？迄警察当着原住民拍咧上大力，讲你咧烦恼。所以迄摆便利有够济，所以便利内底好，伊迄便利的地内底嘛，足侪物件，看起来记者内底有啥物棍啊、警棍啥物，啊拢学袂拄啊，学袂到，啊若无就戳。迄个九兰八国旗下体，迄摆逐个灾情惨状去。有一摆是甲，就迄开场迄顶，迄摆是要迄个中山堂，迄个要修宪，甲警察冲突。结果徛第一排出来，阮怎笑出来？因为迄排是阮同学，我高中无考着大学，去尾要爱做兵啊嘛，尾迄阵咧警察因为。迄个抗议太济，所以警察开始扩编。迄阵的保安警察，伊就去考保安警察做4当兵，毋免做兵，薪水3万几，因就拢去做伙。结果因为拢南部拢会大包，所以阮也定拜六礼拜拢定做伙。所以我讲伊迄班咧拄啊好，甲阮社团，就是警察跟暴民联欢烤肉，因为一个过生日，阮都做伙。结果后礼拜去抗议，阮徛上头前，囡仔徛上头前，两边都要笑出来。这是当然是笑的，伫韩国这是真正，这是因的 daily 的日常。因为韩国是迄阵是到大学2年，拢总查甫在调去做兵，做兵派部队出来对付入去，这是真罕见的代志。就一般民主国家。独裁国家较会安尼，所以你看即摆你去凯道出来嘛，毋是宪兵啊，较早是宪兵，宪兵就是军人，军人出来打人民，这个是独裁国家较有诶。上严重诶就是当然像6·4天安门迄个解放军出来拍开的人民，一般咧警察对国内的人民，
哦，所以伫韩国是拢军人出来拍拳，学长出来拍拳兄弟，哦，迄伫路顶点点。所以我迄阵是无希望真正掠伊，啊，我可能就真正，因为我有爸母也讲，我就好走，我拢会走，所以我若该走我拢会走。哦，第二吊杯啊吼，吊杯啊迄个代志，咱基本上咱无法度真清楚去知影讲伊背后运作的即个方式是安怎。但是迄阵伫社团就一直常常咧想讲，你感觉最近迄是毋是吊杯啊？我常常我来想，哦，啊电话伫咧有阵听起来就是安尼叫，所以你就无啥确定。但是迄阵对阮来讲，我较无惊啦，我就感觉讲，阮做诶代志公平正大，吼，尽量互大家知影。所以我做者讨论开会拢伫社团内底公开讨论，啊知影可能有人窃听啊，有人迄个不要紧。哦，但是当然有正经无要互知，就报名啊带伊，二家也是对讲安尼。所以我大概分两种，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是拢开放，愈侪人知影愈好。但是像迄我头讲的，第二刊要当时要出刊要亚报纸迄个，袂使互知。所以我咧看吼，迄个我迄50几份的监察报告吼，我看了其实嘛爱笑。迄个监察，迄个监视原来无介认真啊！我就感觉咱公务员迄种交代啊写报告安尼，啊迄几个协作原来是，较先就是甲阮社团的迄个会议记录、啥物留言本使抄的，安尼，有当时也会编啦，编一寡有的故事啦。因为我大四决定无爱毕业，我要加读一档嘛，哦，我就说我甲一科必修留的，啊决定无爱读，袂搁要加读。我就甲迄个指导老师讲，我即个无爱教，我写好无爱教，我加读一档。啊，结果伊就去编啦，迄个月，社会系4年级邱一斌因毕业而未毕业，显现个人政治野心。经本校院长什么训导长前往多次沟通，哦，该员甚至口出狂言，要台币几十万，这是编的。啊，但我存的老拢是，你有感觉安尼个虚应故事报告写下来人家钱，哦，啊，你像因为阮就算讲，比如讲中心华商的领导人嘛，吼，拢徛头前的，所以像阮这种要毕业的时阵，就一个个人专辑，哦，个人一本安尼，哦，奥于邱一斌身份证。户籍地址啊，几月几号入学，父身份证在哪里上班，这都知样，全部调。妹在哪里读书，怎么样？全部写到清楚。哦，查邱一斌哦，自幼天资聪颖，他父母什么开明教学，遇事反应敏捷。哦，然后呢，意识到变得上大学后接触什么不良分子，受其影响。我头前你多看，然后魔幻儿童，你有感觉无？敢若魔幻儿童诶。我看了就感觉，有影袂歹哦，这调查到我国小，算讲看了真清楚啊。因为我的资料是安那，伊就是用搜寻的，邱一斌名出来，有我的拢调我去。所以我学弟要毕业的时阵，伊嘛有一本个人专辑，内底都有写着我就甲掀起来看。靠腰复制贴上，他嘛天资聪颖，遇事反应敏捷。所以我讲实话啊，这种物件我讲一个真正幸运，伫阮的时代已经无遐恐怖，无遐迄个，当然真侪人抑阁是真个无公平的代志。但是对我来讲，也无甲讲真正互我足惊伊，逐工做迄个。但是你会感觉有物件，比如讲我举一个，我大一入去了到宿舍。洗衫拢有洗衫机有，洗衫机常常就食钱啊。这到个宿舍拢知影嘛。所以我就甲阮学长讲，伫遐教，看这拢食钱的，这机器拢食钱的啊。哦，安怎啦？我若搁明仔搁食钱，我怎么结落顿，结落歹。啊，隔工毋是来修理机器，是国家机器先当起来。我教官就来找我。这边听说有什么不满意？
跟交换去喝个咖啡哦，跟我们聊一下。哎呀，年轻人总是有很多那不公平啊。不过什么事情又不是有抱怨什么，我爱着我吃钱啊。啊，所以你感觉迄个 system 是对的，吼、哦。但是对我来讲也无利己的维系，无甲讲啊，你安尼要退啊，你安那要安怎，你甲我无。但是你就感觉迄个 system 有咧运作。我以大学毕业了后，管区咧开始3个月去阮兜一抓。啊！伊做彼得问我爸，你这后生进唔对？伊住对啊，我爸来教啊。阮后生争取的毋是恁大拢有份。对啊，迄管区的就讲，老师拍谁？阮爸先。老师拍谁？就是上面交代，我们总是要虚应一下故事。跟我这边嘛共款，我迄个辅导长有无？我们关属相的，迄个证书要退伍进前，伊走我3个月退伍。退伍前一工走我房间，伊讲斌哥，我问你，你较早伫外口咧创啥货？我讲无啊，我就是伫遐抗议啊，啥物你敢毋知啊？伊讲嘿啊，这也无啥。但是我迄阵你要来之前吼，迄连队啊正式召开专案特别会议，空军总部啊派专案落来，国防部啊派专案落来。为你，我开过4、5遍会，我是外口咧卖药啊，卖偌大。啊，伊讲我为着你，逐礼拜我爱写3千字的报告。拜一去创啥，拜2创啥，拜3创啥。我讲靠呀，你著较早我讲我帮你写就好。我一定唔敢安尼讲，我今日要退名，明仔就退我即摆问你到底是咧创啥货？啊，你著讲迄个 system。我去问处长会，我讲。啊，当年我即个证书写的报告，国防部有出来，啊，迄个警察警政署迄个管区做的报告，我都无看到。啊，处长会人就讲，迄警政署、国防部迄拢上袂到，坚持无要甲资料交出来。哦，拢讲咧整理，但是拢无爱交出来。哦，所以某一个程度，咱还搁伫迄个戒严的遗产后边。哦，所以要转型，要搁。大家叫共同讨论，好啊。大家有问题要问无？哎。因为我直接讲哦，这是因为我对迄个台语文吼，我即马读真久啊吼，我直接甲你问吼，你认为现处时啊，台语文即马活动，正就是一种社会运动，或者是讲你认为讲？台语现处时真正有需要社会运动来推动。好，我就怀疑你无这题，这绝对是社会运动啦。我今仔日吼，伫高雄一个高铁，伫左营站，因为即摆暑假，哦，拢一堆少年仔要约去对，我讲啊，因拢客规堆，你要行过买票，啥物我拢卡规堆，年轻人很讨厌就是安尼。我行差不多10队啦，10组少年，伫遐一合嘛，啊，可能买昆顶买一个。我讲，10队听过无一个人讲台语，无啦。哦，所以莫讲啥物花，啥物台语沙文主义啊，根本就是，我就讲我定定互伊讲，这真正咱爱努力，啊无即个台语，这个语言搁过2代3代，其实就好做。啊，我爸客人。客话更较惨。啊，我最近伫校做一寡关注面客话研究，你看啊，迄是伊咧着后一代尔，完全无。啊，这是变做是社会内底爱去改的文化。哦，我定来举一个例，因为我甲阮太太自阮查囝出世进前，我就约好讲，家己仔一定讲台语。哦，就一定该讲台语啊，但是对阮来讲，因为你要专台语真困难，所以嘛是爱互相提醒。所以我甲阮某有当时就是互相讲台语，伊就讲华语啊，讲规堆啊，讲几句也不要紧啊，讲规堆啊，所以互相提醒。所以阮囡仔都拢讲台语。啊，伊如果3岁食古水，有一摆我抱伊伫阮3个伫迄个高雄电梯站，电梯站内底迄个多一个。阿伯啊，行过，
听着我咧讲台语，伊就讲啊，够难得，即个年代，还阁有法度看囡仔讲台语讲啊遮好，恁两个爸母真好教。台湾文化吼，安那可能断定啊，你一听你就知影讲啊，即个可能咱政治意识上甲咱较接近的。车来啊，要上车，迄个阿伯啊，甲我讲话，讲了外星，甲阮查某囝讲，小妹妹再见哦。你迄阵看了小好笑，但是佫心内感觉足悲哀。迄我就是讲，咱叫内建。你看到后一代自然，你就是转这个。哦，所以我其实几若当前就有开始教，因为什么？哦，前阵毋是讲啥物双语教学哦，我是要生气。但是我为了表达我的抗议，虽然我教英语，我无材料，我无爱教。哦，我就讲啊，恁这有去英国留学，去出国留学，拢爱教用英语开一门课。啊，无代表恁咧学校拢假，我讲你嘛莫安尼。伊讲啊，后天拢有师奶啦。我讲啊，好啦好啦，安尼，我就开一门。但是我讲我开一门英语，我就开一门全台语。所以我之前我几若当拢开全台语的课。啊，我有问我的同学，其实有疑问，足趣味。我就拢问嘛吼，一班50个，你着调查。阿公阿嬷，哦，除了讲你是外省来，阿公阿嬷。是讲台语，或者是客话，或者是看什么乐手，差不多70%。哦，爸母还搁咧讲诶，我剩40%。剩甲你家己还搁会当留，安尼讲甲足认真，差不多无到10%，50个无到5个啊。因为阮南部呢，哦，啊我讲是安那安尼，啊伊就讲，啊爸妈无咧讲啊，因爸妈。互相讲台语，甲讲阿嬷讲台语，但是当着伊就是自然，就是讲华语。啊，尾我拢问一题，我讲啊安尼，恁以后的囡仔，你若有结婚生囡仔，你希望你的囡仔会晓讲台语袂？希望野手5成、6成。所以阿辉咱这有市场，你要提我一班，因为我老讲，啊恁家己拢袂晓讲，囡仔哪会晓讲？对不对？哦。伊就讲学校爱教，我讲好，所以学校教真重要咯。你毋是拢讲迄什么乡土教学无路用，真无路用啊！后尾就是讲，老师嘛是加减有路用，因为迄是唯一哦，我有可能了解台语迄一个时阵，所以因为我要用迄个台语教台湾的政治术，所以就我好加载有国小迄几个，所以你讲的一寡话，我了听有。安尼，所以我讲所以爱安怎变改变？伊就讲教育爱教，而且我讲你家己是毋是爱练？因为阮是社会发展系啦，因为社会学嘛，认为要做这个调查，所以阮出去拢爱做这个调查，所以我就讲恁爱练，开始练习，吼，出去做访问、做调查的时阵，就一门台语，互相练习安尼看起来，无像运动啊，你抗议、抗争无一定是安尼，毋免。但是这其实拢是运动，因为你对抗的是一个集体存在的一个价值。真诶啊！阮学校嘛是有老师咧甲我讲，邱老师你较会遮认真要创啥？教专英语就足艰苦啊！你搁一个专台语的，就搁学生听无，过来问你安尼袂感觉足艰苦嘛？我讲，学生袂晓讲我较艰苦咧。迄是个文化嘛，对不对？哦，迄是个价值。但是多数的人其实无困认，所以我讲就台师大就袂歹，你专台语上课，老师阁有加分、加精点、夜间加成的概念，台语加成。英语是有啦，教育部即摆若教英语、专英语有加钱。我专台语拢无，我就甲阮校长讲，我讲台语，我规身拢寒，你毋免加钱一下。伊讲后来研议，我台师大就有安尼。类似这啦，我讲所以这是后壁一个战文化甲制度的战斗。尽量咱就是有机会就讲，有机会就讲。讲久，像我学生啦吼，因为大一到大四安尼一个，到大四你就我讲，加减我拢咧拉较有效，就较会晓讲，也是较愿意讲，还是
听较有，吼，有诶是什物手机诶打铃诶，变做台语歌，安尼嘛袂歹，吼，这是一个长久诶运动，要当做比赛。好，感谢今仔日屏东大学用台语教社会学的阿斌老师以外，拄则问问题，其实就是伫台师大要用台语教企业管理的吴老师啦，吼，这拢是伫咧无共所在吼，大家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去推动这个理念，这个运动的其中的方式，大家拢足要紧啦，吼，所以大家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伫家庭内底，也是伫咧你的工作场所。也是伫咧你任何你感觉你会当影响的吼，拢是会当尽量去做，安尼就是大家拢有参与伫即个运动内底啦吼。